生活的滋味啊，真的像極了一盞初入口帶着微濕的老茶。夜色沉沉，城市的燈火早已稀疏，唯有港島的潮聲依舊低低響着，像是誰在耳畔輕語，帶着那片熟悉海灣的溫柔與遼闊。這聲音穿過無數個黃昏與夜晚，感覺從遙遠的舊日時光裏緩緩流嚟。人來人往太匆匆，有些人只是順路來看看，然後就走了，從來沒打算停留。蔡瀾先生合然離世，麥眾齊聲低嘆，如潮水沖動，在每一個懷念者心中掀起迴響。蔡瀾所留下的，不只是文字與形象，更是一個時代的溫度與風度，一種由內而外無可復製的風神與情感深度。人世間才情，怎堪如此就失？香港文壇那段黃金歲月，至此終於落下帷幕。四大才子，俱已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。查良鏞、倪匡、黃霑，而今連蔡瀾也輕輕地合上了屬於他那一頁傳奇的篇章。這樣說來，風華絕代的才子時代真的謝幕了。他們曾是那個時代最耀眼的靈魂，一個用武俠重塑花人精神世界的小說宗師，一個以科幻與奇思拓展中文想象力疆界的鬼才作家，一個把風花雪月寫進歌詞，唱盡煙雨紅塵的浪子詞人，再加上那個舌燦蓮花、玩世不恭，卻又飽含哲思的美食江湖老頑童。現在他們都走了，今夜之後，天上的星辰都失了光輝，連書頁上的字句也變得黯淡。天地間似也低聲嘆息，樹影婆娑，葉落磨聲，那些曾經隨筆而起的風華與思緒，如今也隨着這一地殘紅悄然散去。說句實話，現在的製作經理大部分都沒蔡瀾當年的膽識和眼光，但蔡瀾的電影《這些年你船》記得嗎？很多人記得他的綜藝《今夜不設防》。文人墨客所寄託的情感如才思，在季節的轉角悄悄熄滅，只如寂寞風中一縷餘韻，船在回燙，不肯散場。蔡瀾昨日少年今白首，鏡中不知舊時顏。這句話透露出一種淡淡的憂傷與時光流逝的無奈。香港依舊在那人，燈火未滅，潮聲仍然日夜奔衝，但那熟悉的花樣的身影卻再也看不見了。曾經在鏡中看到的是年輕時的笑容與活力，那種歲月賦予的青蔥面容，如今卻變成了蒼老的容顏。的出現像一陣風，也撫給你帶嚟一點溫暖，也撫只是牽亂你原本平靜的生活。世間百態，冷暖不定，風一陣一陣地吹着，日子也一層一層地褪色，就像秋天裏的黃葉飄落再飄落。剛開始的時候，那種苦並不張揚，卻緩慢滲入喉間，讓人皺眉，讓人猶豫，甚至讓人想一把將杯盞掀翻，不再碰它。但偏偏在一口一口忍着喝下去之後，在蔡瀾以為自己再也喝不下的時候，那種甘甜，卻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，悄悄回到了舌根，不是甜得突兀的糖水味，而是那種從苦裏佛教出來的溫柔，像是久別重逢後的一個眼神，像是深夜裏某句不動聲色的安慰。昔日的山河早已枯敗如紙，昔日繁花皆已化為冷寂。想起梅花鳥，在漫天飛雪中孤獨盛開，不為人賞，只是憑着自己的節氣與執念，在無人問津的角落裏低頭開放。蔡瀾離開這個世界了，他的案頭殘卷未合，筆墨猶存，書痕清晰如昨。可是誰船能十筆續寫那未完的詩篇？是誰船能計那風骨，書那千行悲喜？字裏行間仍有體溫，很多人站在記憶的岸邊，遙望蔡瀾走過的足跡，一片片低吟他的言語，生怕漏聽了那一句蔡瀾生前的回響。萬籟俱寂里，唯有秋鳳船在枝頭低吟，似在為蔡瀾送行，也似在訴說人間不盡的哀慟。感覺蔡瀾他才剛剛起身離去，卻再無歸期，留下的這些燈光，腦子裏就不由自主地浮出一個詞，像夢一樣。這夢不足於蔡瀾，也不再足於我們。
流里早就沒了老蔡的聲音，那個曾經熟悉的身影，如今早已離開，感覺帶走了整座香港的溫度。蔡瀾先生走了，門口的信箱裏是幾封無人打開的舊信，泛黃的信紙上落着幾片秋風捲來的枯葉，像是那些從未說出口的心事，終究被歲月夾上了封條。那些信是他離開前寫的吧？船是蔡瀾先生寫了卻沒來得及寄出去的。那雪冷得刺骨，像極了今夜思念蔡瀾的心。蔡瀾曾經追逐的夢，曾經熱血奔衝的年少，都在時間的折痕裏化成了一地荒涼。唯有那身白衣，冷得像是雪落梅枝頭，又像是守喪人身上並非身影的消逝，而是某種靈性的斷裂。那份能喚起眾生共鳴的才情的素衣，竟成了蔡瀾最終的遺囑。蔡瀾經常說這樣的話，網友奉為勵志聖經。但你仔細想想，他活得快樂嗎？晚年孤獨不孤獨？未人知道。不過他的態度是真的瀟灑。展和勇氣，人生不可或缺。這話誰不愛人？但又有多少人真的做得到？蔡瀾做到了。很多人懷念他，不是因為他的作品，而是因為他的活法。而那位在夜色中悄然出現的私生子，卻幾乎像一陣風般闖入這個早已排好座次的世界。他沒有被邀請，沒有出現在任何官方場合，也從未參與過家族的聚會。那是一把舊傘，早已經不知被遺忘在多少個暗雨連綿的日子裏。傘面微微褪色，卻依然保留着當年的風骨。傘柄處細細刻着幾個銀色小字，那是蔡瀾當年用極細的毛筆寫下的詩，不長，但每一個字都藏着他那時候的心跳和悸動。他來了，帶着一張模糊泛黃的照片，一枚陳舊的戒指，和一紙據說是蔡瀾親筆所寫的遺囑。不重要？你再問問那些電影圈的人，問問蔡瀾做過的節目，問問年輕人最愛引用的蔡瀾語錄。22歲，邵氏製作經理。什麼概念？現在22歲的小孩在幹嗎？船在琢磨怎麼寫簡歷。那個時候，他已經在電影圈打出名氣了。城市獵人龍虎兄弟，隨便拎出來一個，都是那個年代的經典。我蔡瀾這一生，無愧於天地人。我所有的剪裁，不想留給凡塵俗務，也不願讓它成為撐斗的理由。等我走後，便稱將家財散盡，一半捐給觀音廟，另一半收復於地靈祠，用來印經造像，濟世救苦。蔡瀾遺囑的每一頁的簽名筆跡都不太一樣，看上去像是寫詩的人在吃飯的時候隨手記錄下的靈感，邊咀着邊落筆，字跡裏透着一種不經意的潦草和隨性，而是那種字樣、風壇、漫漫陳放的好酒，他稱之為活物。幾十年來，他幾乎將所有的積蓄和精力都投入進這件事裏。家中早已不是怎麼普通的民宅，像筷子剛夾完一塊紅油牛肚，蘸了一嘴辣汁，又迫不及待地把那句剛剛在腦子裏閃過的詩意抖落在紙上。墨跡船未乾透，旁邊一小塊油漬已然暈染開來。房屋也年久失修，真正的資產只有那千餘壇酒。可就在眾人以為這堆破陶罐不過是笑料時，酒評專家被稱來品鑑，他們在開啟的第一壇酒面前沉默苦久。這不是普通的酒，專家咽了咽口水，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失傳技藝，是天價藏品。消息一出，媒體蜂擁而至，酒莊企業開始競拍，整個蔡瀾老宅幾乎被圍成了遺產博覽會。然而，就在眾人翹首以待，各自盤算着如何分割這份意外遺產時，蔡瀾之律師終於公布了遺囑的內容：所有藏酒將全部贈與那女孺子。這樣的蔡瀾徹底打破了很多中國家庭主流人孫滿堂的執念。
蔡瀾就這麼活了下來，活得瀟灑，活得開心，活得讓你羨慕。人活着是為了什麼？把這一生處理得更快樂。準確嚟說，是那隻常年與蔡瀾作伴的麋鷹，曾被蔡瀾收養於山中，後來搬來城裏，也一同帶着。蔡瀾早年拍戲，因為一窩麻雀未照看住，死了幾個，從此發誓自己照顧不了誰。這理由看似隨性，背後是一種坦然接受自我的清醒。那女子不配說話，卻與他朝夕相伴，甚至常被人看到他蹲坐在潭邊上，歪頭望蔡瀾不更不能停的樣子。蔡瀾把那些好東西交給了女子，不是偽女，不為別的，只是不願被世俗打擾。你會想念蔡瀾嗎？會不會在看到某檔老舊的美食節目，聽到他那句人生嘛，最重要的就是開心，心頭一緊？他活得太像一個傳奇，又太像一個老友，你甚至分不清他到底是個遠在天邊的名人，船是一個你街口那家茶餐廳裏每天講冷笑話的怪叔叔。張國榮、林青霞、梅艷芳，誰沒上過這檔節目？明星們聊私生活，聊得大膽又真實，一句話，收視率爆了。現在你能想象嗎？綜藝船能做到這樣？現在的節目，怎麼真人秀，怎麼訪談，連人設都編好了，能聊出點實話嗎？蔡瀾那時候，節目才叫敢聊，不只是敢聊，船敢活。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，但總有那麼一刻，哪怕再愛玩，再能自娛自樂，面對漫長的夜晚和靜悄悄的房間，難免會有一絲傷感悄悄浮現。晚年的蔡瀾活得比很多年輕人船瀟灑，網友都說他像個活在自己宇宙的人。怎麼61段情史，無人無女，家財散盡，月花50陌稱8個傭人。蔡瀾到老年，尤其是到了這種時刻，身邊的親情與友情逐漸淡去，仿佛歲月把所有的色彩都褪去了，只剩下單調的孤寂和一個人獨自面對的冷清。門關得再死，月光依然會悄悄地流進來。是朋友，不是任何一個活着船想繼續衝老蔡身上炸出雜魔的人。這件事轟動一時，有人譏諷他瘋癲，有人說這是天才的孤絕，但也有人私下承認，那些打開的壇中飄出的香氣，真有種令人落淚的力量。有人說，蔡瀾教誨了年輕人如何快樂地老去，這話似乎有點諷刺。年輕人學會了怎麼老去，卻沒學會怎麼活着。網友評論的角度也很有意思。寶物之香如淚，淚如陣年遺憾，那是時間的蒸餾，是蔡瀾先生之情感的發酵。蔡瀾走了，那麼多的好寶物存在。蔡才子無人無女的生活，表面上看似自由、瀟灑、無牽無掛，沒有家庭的束縛，也沒有子女的煩惱。人說，他們羨慕蔡瀾的一生，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人年過半百，仍能談笑風生，自由自在地吃遍天下，寫盡風月，好像人生從嚟未有雜魔包袱。他能在餐桌上與友人開懷暢飲，也能在書房裏一口氣寫完幾千字的隨筆，能在鏡頭前妙語連珠，風度翩翩，也能在微博上留下一句句看似輕鬆，實則頗有滋味的人生感悟。他活得像一縷風，飄逸卻不虛磨，像一口老酒，沉釀多年，甘烈中帶着一絲頑皮。於是人們忍不住感嘆：這樣的日子，這樣的人生，真是太瀟灑了，太值得羨慕了。引起來好像是一種理想中的生活，擁有足夠的自由和時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。可是真正過到這個階段時，空曠的房間，寂靜的夜晚，沒有聲音的周圍，才會讓人真正感受到那種磨聲的寂寞，不請自來，卻又令人毫不厭煩的那種存在。他不說話，卻總像能看穿蔡瀾的孤寂。當一個人步入暮年，
年華似乎悄悄流走，時光的腳步漸行漸遠。這個時候，身邊的至親和朋友漸漸離世，可能是一個接一個，也可能是在某個微妙的時刻，親友已經一個個地走到了生命的盡頭。對於任何人來說，這種變化都是無法逃避的。雖然明知道這是生命的規律，但心中依然繪生出一種難以言喻的空虛與落寞。而那很幸運的女兒子，如今成了這座城市裏最傳奇的華莊繼承人。深夜的燈光下，眼前的書本或是電視屏幕可能無法完全填滿心裏的空缺。也有人說，就算瀟灑，也打不過時間。歲月不管你是誰，也不管你曾經多麼叱咤風雲，最終都得交出手中的牌，被時間帶走。再怎麼瀟灑的人，也不能逃退生命最後的靜默一刻。就像一首旋律動人的歌，哪怕唱到最動情的副歌，也終究有個結尾。而船有一些人，則更冷靜也更鋒利地反問：蔡瀾的一生，真的值得羨慕嗎？羨慕什麼？羨慕他寫過無數篇文章，羨慕他吃遍世界各地的珍饈美選，羨慕他身邊常有朋友陪伴，始終談笑風生。船是羨慕他能夠對人生的諸般苦樂都能一笑置之，看得透，活得輕。蔡瀾走了，他生前留下的話題卻船未完。關於吃，關於喝，關於人生，關於死亡，關於自由，關於玩物，亦可至這種人生哲學的重新定義。他留下的是問題，而不是答案；是姿態，而不是教條。這個問題一下子把那種浮在表面的羨慕戳出了個窟窿。人一旦進入暮年，身邊的生活節奏開始減緩，許多曾經忙碌的事情也漸漸遠離。此時再也不配有年輕時的拼搏與撐斗，剩下的只是回憶和一段段已經走過的歲月。蔡瀾這一生之所以顯得瀟灑，是不是因為他有錢？是不是因為他夠勇、夠敢、夠不在意世俗的眼光？船是因為他用一種瀟灑的姿態，把真正的孤獨和傷感都藏了起來，只留下給外人看的那點輕盈與從容。誰都說不清，未人能完全走進另一個人的靈魂深處，尤其是像蔡瀾這樣的人，他既熱烈又疏離，既豁達又孤高，是那種你覺得你懂了他，其實你根本不懂的人。蔡瀾的人生裏有過吸準繁花的時刻，也有過不為人知的低谷。他曾是金元電影事業的得力幹將，也在商業的浪潮中幾次被浪頭拍倒。他寫文章、做美食節目、講人生哲學，每一件都做得風生水起，可每一件的背後，也都可能藏着你未曾看見的好損與疲憊。我們看到的是他活得很蔡瀾，可他這一生的功名算不算成就？我也說不清。那些年追逐自己，是否願意一直活在蔡瀾這個被標籤化的形象裏呢？你羨慕他的人生嗎？一個不用有窗外鳳聲和偶爾的犬吠，屋子裏安靜得幾乎可以引去討好誰，也不被誰框住的老頑童。他吃遍天下，寫盡人生，笑看風月，不再期盼有人替我點燈，不再奢望夜裏有人陪我說話。我知道有些人的命就是注定孤行，不足於煙火人間的熱鬧。我們不知道，蔡瀾從未真正擁有過所謂的人郎，沒有人女遺失，沒有一聲爹爹在耳邊響起的溫柔。或苦是命運的安排，或苦是我自己的選擇。無論如何，這份孤獨早已沉澱成了習慣。但有一點，我們大曾經胸懷天下，意氣風發蓋，可以肯定，蔡瀾這一生說長不長，說短也不短。有過光，有過影，有過熱烈的盼望，也有過切骨的寂寞。隨着蔡瀾的離世，一個時代真增長，臉上的皺紋藏不住歲月的結束了。有人說才子不在，江湖不在，這話未必全錯。
可更深一層的問題是，才子不在之後，誰來傳承那種瀟灑、那種睿智、那種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文化氣韻？這個問題，如今我們的窗前，我看着彷彿該向誰提問？誰船能拍着胸口說自己不僅繼承了那份文化的風骨，船懂得如何繼續講述它，讓它在新時是要老的，只是未待回憶的餘溫。坐在舊日的你活得有趣，活得有韻。那是一個築於香港文化黃金年代的時代，是有煙，心中卻是一片清冷。連記一天日子，如今只剩下回火味，有書卷氣，有老派風雅和嬉笑怒罵共存的時代。蔡瀾是那個時代的縮影，既有江湖氣，又有文人味，既能談愛情，也能講哲學，既能上得廳堂拍電影，也能下得廚房寫食譜。他的消失，不只是一個人的離開，更像是整個時代從未置疑。那些曾經充滿希望的日的最後一頁被悄然翻過。蔡瀾對這個世界有看法，但從不嗲嗲逼人；他有態度，但從不高高在上。李愜不愧也曾夢想過，有朝一日能像他那樣，說走就走，說寫就寫，說笑就笑。這頁紙不吵不鬧，卻滿是味道，像一春風已經不知第幾次吹過西窗了，年年如此。季節的輪迴從未碗老火燙，喝下去嘴裏是溫熱的，可心裏是酸澀的。李愜懷念這個人，也愜懷念那個年代，但時間不允許你停留。他只愜說一句話：故事講完了，該走了。我們常常以為才子不過是文人的一種高級稱呼，其實更準確地說，他們是那種知道世界有多重，但仍想把生活過輕的人。他們懂得承重，也擅長卸重。他們早就看穿繁花與虛無之間的那層面紗，卻依然選擇以風趣的方式回應沉重的人生。今天，當這四位身影先後淡出舞台，我們或許才真正意識到，他們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文化標杆，更是許多人內心深處某種理想人生無形的投影。他們提醒我們，可以不完美，可以隨性，可以不必總是成功，但一定要活得有味、有光、有自己的節奏。如今他們走了，留下的不止過窗前，仿是作品和話題，更是一種活法的參考答案。問題旋在哪裏？才子不在，誰嚟罰他也記傳承？我們船在世為什麼不再抱怨的後代啊？是否在這暮色之中，不再追問有一天也敢活得那樣自由？面對這麼一些很多的貽助得失，只是靜靜看着鳳問如未知之前路啊，只能得我曾年少，在心裏默念一句：蔡生一路好走。